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新年的开始，愿我们的上主将他的恩典从天上赐给所有在直播网络的弟兄姐妹。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临到各位大家的家庭。今天我要跟大家来为了今年开春，特别是开工，做一个祷告跟预备。开工对我们来讲是一年新的工作的开始。许多会开车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晓得，特别是在我们出远门的时候，我们都会注意到检查自己的车子，我们的轮胎的压力是否足够，我们水箱的油跟水箱的水跟机油是不是有正常。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检查我们自己的车子，好做预备旅途的用途。在开工之前，我带来2句圣经的话语，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作为我们今年开工开春的祷告的预备。愿主的平安与大家同在。这一段的经文就是箴言第4章第23节，以及腓立比书第4章第7节。这2段的经文都谈到了保守自己的心，保守自己。保守自己的心是我们在生命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为开春能够跟神求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新年的一个应许，让主耶稣基督带来天上上帝的平安，也愿主与我们同在。愿大家能够穿戴来自于天上的平安，也穿上上帝自己的荣光。这是今天的经文隐藏在经文当中，能够帮助我们祷告非常好的经文。特别是在腓立比书的第4章第7节，这一段的经文如此告诉我们说：神所赐出乎人意外的平安，必在主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教会为各位弟兄姐妹所祷告的经文。愿神的平安能够通过主耶稣基督，能够保守各位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这一年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进到神的平安的里面，能够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能够得到真正平安的真谛。平安在这个经文是贯穿的旧约跟新约。在旧约里面，平安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我们一个字眼，叫做 Shalom。如果我们懂得英文或者我们懂得希伯来语，我们就知道平安就被翻译成为 Shalom，Shalom 就会被翻译成为平安。在新约里面，平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也对他的门徒说：愿你们平安，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不是这世界的平安。一个人能不能幸福，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拥有一个不被风浪跟生活搅扰，我们的内心当中拥有真正的一个平静的气息。Shalom 这一个字，它本身除了翻译成平安之外，Shalom 这个字最重要的是象征的一个图像，就是一个天国临在，天堂神的一个权柄的笼罩。当神掌权，他的平安临到一个人的内心的世界的时候，天上的平安就笼罩着他。所以在解释圣经的人经常翻译这个平安，他称之为弥赛亚的国度。弥赛亚带来的天上的国度被平安所掌权。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这2段的经文，第一个穿戴上主的平安之外呢，第二个就是穿戴上主的荣光。特别是在箴言第4章的第18节，这一个经文非常的漂亮，许多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都能耳熟能详。这一段的经文这么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对不起，应该是第4章第18节义人的路就如同清晨的曙光，会越来越明亮。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今年的新年开始，我们就年初用这个经文做祷告，也求上帝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从年头到年底，从年初到年底，从春天到冬天，神的自己的荣光能够照耀着
能够保守着各位弟兄姐妹，让你们的生命越来越明亮。意思就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愿神的话语能够实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义人的道路，我们不配称为义人，但是因信称义；我们不配称为义人，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生命的光。耶稣说：我的光就照亮世界，世界就不再有黑暗的角落。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领受神的荣耀，在我们的一生一世，特别是在今年的每一天，我们用这一段的经文为自己生命的旅途来做祷告。今天这2段的经文都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保守你的心。各位弟兄姐妹在用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求上帝能够保守各位弟兄姐妹，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的心中不再有害怕，不再有焦虑，不再有外来的环境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冲击。也愿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一世当中，神的平安就如同耶稣基督的宝血，就遮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享受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平安。腓立比书第4章第7节这么说：愿上主的平安就是超过一切所求所想，在主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跟念头、心思意念。这一段的经文，这个心是贯穿了整个圣经里面对人的生存的一个图像。保守你的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在箴言里面，我们通过所罗门王的一个分享，因为生命的果效是从心开始。这一段的经文应该这么解释说我们的心就是一个生命的泉源。我思故我在，我的内心是一个充满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境，我的生活就是展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情境。我的心有平安，我的生活就有平安；我的心焦虑，我的生命必定没有真正的幸福。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个心在圣经里面贯穿了人最重要的一个存在的图像。它不只是谈人的外在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谈人的内心的世界，就是灵魂。我们的内心的里面有圣灵的同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有神以马内利的祝福愿上主的平安与所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刚刚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翻译的中文这个平安是来自于希伯来文，就是旧约里面的 Shalom。Shalom 的意思就是神掌权的，不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情绪只要有神掌权、神同在，我们就必享受天国的一个情境。所以有人说，这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所带给人类最可贵的一个礼物，就是他带来了神所掌权、神所保守的一个天国的世界。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的心里面就是天国临到的地方，神掌权的地方就是天国的同在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用这一段的经文作为我们的祷告。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跟十字架复活的灵来带给我们真正天国的平安。愿今天的我们共同的读经、共同的礼拜，能够真的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在箴言第4章第18节唯独义人的道路就好像清晨的曙光，越照越光明，直到日正当中。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教会为各位弟兄姐妹的一个祝福跟祷告。不是教会有什么样的能力祝福大家，好像大人父母发红包给孩子。教会本身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属灵的权柄，但是上帝赐给教会他自己的属灵的权柄，让教会成为各位弟兄姐妹所有神的孩子的属灵的家。我们就凭着这种的信心来为身边的弟兄姐妹做代祷、做祝福。愿各位弟兄姐妹因信诚意，与耶稣基督从春天到冬天，从年初到年底，我们真的能够与耶稣基督同行。那让我们的生命就分别为圣，称之为义人的道路。神自己的光就必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自己的荣耀就穿戴在所有的子女。
所有的称上帝为天父的孩子们，我们不论到天涯海角，到什么地方，我们必有神的荣耀与我们同在。我们身边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就必因为我们而蒙恩，他们会赞叹说：“你有的盼望神也赐给我。”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礼拜之后，我们每一个人带着信心宣告说：“我必活出神的荣光。”这个光不是来自于我自己，这个荣耀是来自于天上他自己的本性。神看我为美好，神将他的荣耀就放在我的生命当中，为了叫人知道神就是光。各位弟兄姐妹，愿大家能够活出神的荣耀，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谓生命的荣耀、生命的荣光是什么呢？我们自己就是神的自己的本性，他的本质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血气就被穿上了神的荣耀，我们的血气就被神的灵所拥抱，所以我们的血气就带了一种属天的美丽，这个就是神的性情跟神荣光穿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各位弟兄姐妹，当我将这些经文朗读跟解释之后呢，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回到我们今天的生命的主题跟祷告的主题，就是保守自己。我们问神说：神啊，我应该如何保守我自己呢？我应该如何照顾我自己的心呢？各位弟兄姐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属灵的功课，在至圣之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而且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就是常在主上主的爱的里面。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就用这一段犹大书第20节、21节来做我们学习属灵功课的一个依据，好好的保守自己。让我们在在神的面前，先为自己的心灵祷告。我们跟神说：神啊，在我不能，但是神你凡事都能。为什么我说在我不能呢？因为我们成为一个有血气的人，我们成为一个有情绪的人，我们成为一个经常被欲望所干扰的人。其实我们有许多不自由，没有办法真正的没有焦虑的自由，没有办法真正没有害怕的自由有时候我们真的甚至没有办法能够不嫉妒的自由。各位弟兄姐妹，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一种上帝美丽的创造，叫做情绪。让我们为了我们自己这个心祷告。这个心在箴言里面他说要保守你的心，这个心经文叫做它英文翻译成为 core C-O-R-E， 其实它是来自于希伯来文的它真正的一个语音就是 C-O-R core 的意思就是人的内在的世界，人的内在的自我。这个字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字，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人的内心里面最深处的情绪跟感觉，人的内心深处里面最真实的、最美丽的、神圣的自我。所以心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代表的上帝创造的美丽的孩子的一个本质，是来自于这个心。所以当我们保守这个心的时候，我们就会领受我们生命的果效。其实中文的翻译说生命的果效是来自于内心，其实真正的原文的经文并没有果效这一个字，但是这一个字它反而应该是来自于人的内心，就是一个涌泉。好美丽的一个经文的应许，我们的内心所涌出来的不是一个苦水，我们的内心的涌出来的是一个甘霖，就好像在旧约里面12个苦泉，就因着神的权柄就变成甘泉。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祷告说，从今天开始，我的内心不再是一个苦海，我的内心不再是一个苦毒的这些苦水，我的内心将拥有来自于天上神所赐给我的这个救恩的杯，我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保守自己的这个功课来做祷告。首先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在灵修的导师，我们许多信仰的前辈，从初代教会一直到今天，我们经常谈到的人的内心这个灵魂有3种不同的领域。我们的灵魂是包含了灵跟魂。如果我们注意到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躯体，
但是这个躯体的里面住了一个小孩，我们这个躯体里面住了一个人，这个灵有魂，这个灵有灵。灵魂就是这个，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灵是来自于上帝创造的那一口活气。当上帝创造了亚当，他将自己的灵气就赐给了亚当，所以从此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就成为一个有灵性的活人。所以不要怀疑，我们的生命早就有圣灵的同在。第二个魂呢，魂是谈到我们人类存在的一个情绪。所以当我们的灵修导师从初代教会开始就教导我们说，人的灵魂里面有3个不同的领域。第一个领域就是我们的情绪，第二个领域就是我们的欲望，第3个领域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心思意念，我思故我在。我们的生命的高度就在于我们自己智慧的灵，智慧的灵给我们许多健康美丽的正确的思想。所以心思意念是来自于神。等一下我要跟大家攻读犹大书第20节，第1章20节。他说要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一个健康的人，健康的灵魂就需要有一个健康的思想，我们称之为 mindfulness。mindfulness 就是说正面。近代的中文经常带着一个心理的思维，心理学的思维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拥有正面的意念，你就会活出幸福。如果你的内心当中是一种负面的想法太浓重，你就可能是一个自卑感很浓厚的，或者你是会觉得人生是一个很苦毒的。有些人走到生命的尽头不由自主的自我放弃，是因为他的内心里面不再拥有一个正面的思想。各位弟兄姐妹，愿圣灵祝福大家，愿圣灵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领受礼拜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跟神求说，神啊，我将我的情绪，我将我的欲望，我将我的心思意念全然的摆上在你的面前，求主耶稣基督你按手在我的身上，为我的生命祝福，让我的情绪，我能够享受情绪因为情绪不应该只是负面的。让我享受我的欲望，让我的欲望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欲望，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满满有正向的心思熟虑、深思熟虑，是来自于神你话语的一些意念。求主保守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耶稣基督亲自保守你们，就如同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祝福说，愿上主的平安，神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愿上主的平安借着耶稣基督的降临，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愿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箴言第4章第23节说，你当尽心尽力来保守你的心，你当保守你自己的心怀意念，你当保守你的心，因为你的内心、你的心、你的灵魂就是你生命的泉源就是你生命的泉源。在我们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回想到在旷野漂泊的40年当中，摩西如何奉着神以神的权柄来祝福，甚至让那个自然界的一个绿洲的一个井水跟泉水能够涌出甘甜的活水。各位弟兄姐妹，神真的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化苦毒为甘甜。愿我们在神的面前按手祷告，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跟神求说，神啊，我将我的一生一世，神啊，将我的心思意念，每一个细腻的心思意念就摆在神你的面前。主耶稣基督，恳求你，因为你跟我应许说，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你所设立的。我相信我的生命就是一个你所设立转化的一个恩典的杯。我在你的面前，我的生命，我的心思意念将成为一种永流不断圣灵的感动。我的心思意念将成为一个圣灵掌权、永流不断的，是一个创意，是一个智慧，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思维。愿神祝福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知道保守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的心就好像一个属灵的雷达，我们的心
就好像一个属灵的雷达在美国有一个牧师叫做 Stanley 牧师，他曾经讲到了一个良心可靠吗？良心的可靠，我们能够信靠我们自己的良心吗？他提醒说，如果与神同行、敬畏神的人，他的良心是可靠的。但是如果一个亵渎神、不敬畏神的人，他的良心是不可靠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说良心死了，或者良心活过来了。良心是一种神赐给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雷达。当人在一个特别的情境当中，圣灵会在人的内心当中产生了一种祝福的一个信号。他告诉你说：“你活得真好，你活得真好，你走这条路是对的。”主耶稣基督就带来了上帝的平安。腓立比书第4章第7节就是这一个意思。上帝的平安就借着耶稣基督带给义人，带给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就知道他不再被神所审判战战兢兢的一种带着罪恶感去面对上帝，而是带着天父的孩子的心，不再是一个奴仆的心。所以当一个人拥有这种真正的天上的平安的时候，他是一个在神的面前享受他生命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保守自己的心，就是保守我们生命的雷达，我们就会对许多的邪恶、罪恶做一种很敏锐的一个判断。我们知道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基督徒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是一个圣经最可贵的一个应许。早就在3000年前大卫的祷告的里面，他恳求上帝说：“求你赐给我正直的心正直的灵跟清洁的心。”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每一个神的孩子都应该成为光明之子，每一个神的孩子都应该用我们的生命来活出神的荣耀跟神的美好。所以清洁的心，它带来的就是一个生命的果效。我思故我在。我的心灵是一个干净的，我的生命就是一个干净的。我的心的里面有尊主为大，我的内心的圣灵就让我活出了神自己的本性。我们就有份于，我们就参与了神自己神圣的神性。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的祷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我一生的道路必然越来越光明。我的一生在年轻一直到我年老的时候，好像倒吃甘蔗一样，会越来越甘甜。这是我们所渴望的，这是确信的，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坦然无惧的一个祷告。愿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敬拜这个神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靠近，就好像我们从黑暗的外面进到一个充满了神荣光的一个光明的一个家，一个房子的里面。我们从黑暗的世界走进来，我们越接近神自己的光，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明亮。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光的能力。神的光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只是这样子，当我们越来越明亮，如同今天的经文说，如同清晨的曙光，越来越明亮，直到日正当中。直到日正当中。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敬奉神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光，我们的生命就如同日正当中，神的荣耀就完全没有遮盖，是从天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自己的内心祷告。我们的心里就是上帝的圣殿。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的心就是圣灵居住的圣殿。”当一个人敬畏神的时候，神的灵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的心就充满了活泼，充满了真实，就充满了神的大能跟神自己的同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有一种圣灵带给我们的真道，一种信念。在希腊文圣经里，新约的圣经里面说，它就有一个真道的生命。真道这个字叫做 pistis，pistis 它可以翻译成为一个圣灵神圣的一个劝告。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圣灵就不断的将神的经文不断的一直翻阅给我们，就打开一句一句的念给我们听。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一生一世真的能拥有。我们的内心既然属于神，我们就不再拥有一些不该有的邪淫淫乱这些贪婪这些虚假虚谎。各位弟兄姐妹，当一个属神的孩子，我们的内心有一些是不应该拥有的如果你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瑕疵，让你觉得有为难之处，特别是有一些习惯不容易改，
各位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坦诚知道、承认，跟神真正的承认说：神，我知道我这个习惯真的不好，而且我自己真的没有能力能够完全的驾驭跟自由自在的活出美好的你的神本性。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为难的时候，在神的面前跟阿爸父神说：天父上帝，求你怜悯我，求你赐给我能够得胜的力量。我们的父必然将这种属灵的灵赐给我们，成为能够得胜的力量，让不该有的就离开我们。在最后呢，我要用这一段的经文告诉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为你的属灵的功课祷告，用这一段的经文为你的属灵功课祷告。今天的礼拜我们谈的一个属灵功课，就是好好的照顾自己。一个自己都照顾不了的人，就没有办法照顾神的教会。一个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孩子，他长大以后连自己都照顾不了，他怎么能够照顾神所给他的十座城呢？圣经说，在小事上尽忠，神就必将十座城交托给他。一个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人，他就不配照顾神的教会，他就不配照顾神所创造的这个伊甸园这个世界。但是当一个人预备好，在许多神的美的旨意当中，他都能够好好的照神的意念去照顾自己的人。当时间来临，神的计划来临，神就使用他成为神的伊甸园的一个管家。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么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一，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在圣灵里面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第三呢，保守自己居住在上帝的爱中。神的爱就像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犹太人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用羔羊的宝血在他们的门框就画上了一个羔羊宝血的遮盖，外面的邪灵、外面的黑暗的权势就没有办法进到它里面。所以犹太人他们就高喊了说：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其他的所有的灵更伟大。各位弟兄姐妹，常常保守在神的爱的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进入到神的拥抱，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同在，因为神的爱就是最大的幸福的源头。当我们的心中被神的爱所充满，我们就不再担心我们所没有，而且我们虚幻的去以为那是我们需要的。各位弟兄姐妹，神的爱会医治你的生命，让我们脱离原生家庭，让我们脱离我们成长过程当中许多的创伤跟苦毒，甚至神的爱会医治你的家庭，让你的家庭成为地上的伊甸园，医治你的婚姻，医治你的孩子所遇到我们在不小心的当中对他们的伤害。各位弟兄姐妹，神的爱是所有一切生命的源头，能够如同春天的气息吹过了大地，所有大地的所有的一切动植物就活泼了起来。各位弟兄姐妹，所以保守自己就是这个意思。特别这个保守自己，这个自己是在新约里面非常美丽的一个字，它的原文叫做 autos。autos 翻译成来就是，其实它的字本来的意思叫做 myself、yourself、herself， 就是我自己、你自己、他自己。这一个字 autos 就是一个指在圣经的解释当中，它是隐含着人内心神圣的自我。在我的内心里面有一个血气的我，但是在我里面内心的里面又有一个神创造我的时候，他所给我的神圣的自我。所以在解释新约的圣经当中，这个 autos 经常被我们的属灵导师他们翻译成为圣灵临在，让我的这个原来的真我、神圣的我。各位弟兄姐妹，好好的保守我自己的意识，就可以连接到上一个在圣灵里面祷告。在我这个生命的心灵的空间当中，这一个 autos 就与圣灵，这个 autos 就与圣灵相遇。当人与圣灵相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是自己。所以难怪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的祷告。让我们做一个结束之前的小小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特别我自己在教会里面，为了我的教会的青年青少年祷告，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孩子要趁早的学习照顾自己，从小就被训练成为一个独立的孩子，从小就就培养育成为一个有深思熟虑的孩子，不是一个幼稚的孩子，而是能够为了将来的神的国度，能够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好好的照顾自己有3个功课。第一个功课，用上帝的话语来建立正确的观念，用上帝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建立正确的观念。特别是在传道书说，所罗门记载在他的传道书，他说神将永恒的观念放在人的内心世界，永恒的观念放在人的世界。你可以从这一句话能够触类旁通，说神将所有的智慧就放在人的心里面，人就产生了观念，人就产生了思想。各位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就是这么奥秘，这也难怪大卫教他的孩子所罗门，所以所罗门又教他的孩子，他的后代，他说：孩子要专心的追求智慧，因为智慧胜过于一切。其实犹太人把智慧画上等号，其实智慧就是神的话语跟神自己的本意。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照顾你的内心，你不能没有圣经。如果没有圣经，就好像瞎眼一样，你就到处的去想象你所生活的世界。唯有当圣经在我们的圣经里，在我们的心里面被朗读，人的生命就拥有了光。各位弟兄姐妹，要用神的话语来喂养自己，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你的孩子。第二个，在圣灵里面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我的心里面有一个我，但是我的心里面有圣灵。当圣灵对我讲话的时候，当我跟圣灵祷告的时候，这个心思意念就好像经过了商量，一个孩子跟他的爸爸讨论，然后圣灵妈妈就将神的本意告诉我们。他说：孩子，你爸爸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孩子，你爸爸的意思是这样子。各位弟兄姐妹，在圣灵里面祷告，其实就是进到你内心深处，听你自己的心跳，听圣灵的神圣的劝告。各位弟兄姐妹，最后呢，要幸福，好好的照顾自己。如果你是一个对幸福很遥远的人，在今天的礼拜我们跟神求说：此时此刻，恩典的主，求你将你的慈爱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疲倦，我孤独，我软弱，神的爱就如同春天的风，它不只是风，它是生命的大能。所以人的内心当中有一种活水泉。主耶稣基督说，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如果你知道今天对你讲话的是谁。各位弟兄姐妹，此时此刻圣灵在对你说话。圣灵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知道现在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就必早早的恳求他，将活水泉赐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爱你，让我们好好的照顾自己。如果你照顾不了，今天的经文说，天父的平安借着耶稣基督，天父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阿们。主耶稣基督早就将他复活的灵再一次的赐给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生命至尊的神，我与弟兄姐妹同心祷告，我们超越了空间，我们在圣灵的里面一起朗读今天的经文。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有彼此的怀念，我们彼此的想念，彼此的代祷。求你的灵将今天所有的经文化成为真真实实的应许，赐给我们今年所要走的道路。你的话语如此应许，我们的旅途必如清晨的曙光，越来越明亮。神，这是你的应许，
我深深相信。让我们成为这一句经文的见证，好叫我们将对我们的亲人说：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利上加利，恩上加恩。谢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爱你。